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婚林有这个杨妹啊洗大鸡，4个原件掠这杨妹啊是掠甲穿片片。两个警察甲送货公司借白货网啊，站伫咧门口。另外两个警察徛伫咧另外一边，两只手唔知影伫咧学啥。警察唔是要掠贼啦，是要掠这只搞怪羊啊。羊啊看到胖腾腾，5、6个大人无因试试掠半点钟，才甲羊啊掠起来。警察掠羊啊掠到皮皮喘，佮发现伊已经是头一摆走出来，顶摆佮含伊的朋友伴走去大卖场的停车场落踅。主人就是伊，饲2只超8个月大的土山羊做宝贝动物，煞无说你互因走去。你穿羊屎啊，袂记拐大去较开就走出来。主人讲，羊仔一捆仔踅大卖场，一捆仔佮走去大路，伊嘛真无奈，因为真正歹掠。警察嘛因为主人无顾好，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的条例，改罚300。